目前伫咧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预计上紧明透早就会变做风台，礼拜到后礼拜一上赶近台湾。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支持度干那2%，伊所甲家己加薪1倍，加到1个月29万，是国内上低薪资的30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过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特别带大家来关心天气的消息。根据气象署的预报，目前伫咧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是上起明仔透早就会变做今年第4粒风台达纳西，是礼拜到后礼拜一会上赶近咱台湾。因为伊目前的位置是已经离咱真近，所以讲是真有可能随形成就会随发布海上警报。若是照目前这路线来看，这粒风台是真有可能会通过台湾海峡。所以讲，要提醒南部、东南部山区的观众朋友，都要防止这大水害灾情，提早清水沟，准备防水闸门等等。而且在出国的时阵，嘛要会记得早雨伞甲雨伞，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另外，嘛是同款，因为这风台的关系，礼拜往回绿岛、兰屿小琉球的船班拢已经取消。中央山尾头不少人礼拜对等时阵吹佚佗，暗过阵风台来势正强。根据气象署东港小琉球各航段未来6日预报，这日上悬永悬有3.6公尺，风力超过6级。来往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航运业者宣布，车5航班正常，车日全日停驶。我们已经公告了，就是礼拜天一整天是暂时目前是决定停航的，以测安全。本来是要3天2夜，现在可能明天就要回来了。那今天载的那个菜啊，这些量有没有增加的？有，增加2倍吧。台东客运业者公告，车日台东来往绿岛、南屿船帮取消。目前伫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按算车5透早甲早起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4号风台达纳斯，上接近台湾时间可能伫拜一到礼拜一顶半天。在6号到7号上半天，相对是比较接近台湾的时候，海景的一个部分的话，目前还是预估会是落在明天的一个清晨到上半天这段时间哦。准风台达纳斯正发展，照目前预测有可能沿台湾海峡上北，也毋过也无排除会偏东或者是偏西。无同的路线也为各地带来风雨影响也无同。气象署强调，目前路线依然有变数，专家提醒伊的威力未小，甚至无排除伫台中以南来定量。它的强度应该不会到非常的弱哦。从模式的预报看起来的话，大概也会有青台的中间，甚至到青台上线的，甚至到中台。专家分析，风雨影响上大的所在应该伫苗栗以南，也有恒春半岛、台东等地。啊，不过因为风台影响上过的时间是伫拜日下晡，即摆风台假可能是无希望咯。其实真的比较有可能放台风假的时间，反而是在礼拜天的大概下午到晚上之后，一直到礼拜一的清晨之前。感觉这一次可能要真的去放到台风假的机会似乎比较低。特别注意的是，也有宜兰到东北角、北海岸、大台北、东平等地，可能因为强烈风台环流受地形影响产生高负效应，也可能有较强的风雨。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大家会这么惊吓，甲日本的漫画有关系，就是这本1994年开始出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这内容是讲到今年7月初5透早4:18，也就是明仔载透早，日本的南边的太平洋海底火山爆发，引发大海啸等等的灾难。因为在顶回311大地震的时阵是拄好去互讲到，所以讲这阵时间哪来哪往，任何状况都拢去放大来看。若是造成日本国内惊吓，连这观光客都唔敢去日本，因为这影响的范围已经伤过宽。作者梁秀亮就亲身出面背会，讲这册内底内容只不过是伊梦到的。嘛有一个专家就呼吁大众，讲这谣言是已经传了伤过离谱，莫伤过紧张。日本漫画我所看到的未来摆伫咧架顶，边仔也个写着标语讲：虽然你敢要相信，因为这本漫画有缘伫7月初5透早4:18分，伫日本南边的太平洋会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加大海啸等大灾难，而且会影响到日本、台湾加菲律宾。和附近地区去日本旅游的人数规个降来。路透社报道，日本伫4月旅客人数有390万人。
不过受到这本放假影响，5个旅客人数规个搬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旅客人数减11%。香港的旅行社讲，其日本旅游的订单直接减一半，只好靠降价加旅游平衡险，才勉強把這個班勢停落來。航空公司也受影響，盡量避免喺7月、8月呢個時間去日本咯。咁可能盡量會 delay 我嘅 trip 啊，可能9月啊。Right now is the best time for me to travel for my job, so that's why we're here right now. 真侪人會相信日本放假畫家龍樹亮嘅預言，是因為伊佇1994年到1998年出版嘅內容，迄當陣就有講2011年3月會發生大規模嘅地震，就甲迄當陣發生嘅3.1嘅地震時間正大。雖然龍樹亮講，這只是伊嘅夢，而且伊也唔是預言家，但是這本放假效應一直佇咧社群媒體傳。就專家出來講，就算是科學預測，攏無法度遮爾準。更加何況是放假。地震が予知ができるという3つの条件があります。1つは、いつ、2つ目はどこで、3つ目はどの規模で、この3つを特定することが予知の条件ですけれども、今の科学技術におきましては、その3ついわゆる地震予知はできませんので、今巷でいろいろお話しされている話がありますけど、それはデマです。最近伫咧日本九州南邊嘅外海發生真濟小規模嘅地震，互民眾真驚嚇。東京大學嘅教授也出強調，只敢用淡薄仔證據就講會發生大地震，是真罕過嘅代誌。不過去日本嘅旅客明顯減少。香港屬嘅航空大灣區航空伫最近就宣布將會停飛香港飛日本、美洲加德島嘅定期航班。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來看國內，台中一家口仔，那像是因為投資金仔去互詐騙，欠真濟錢，一家口仔5個人行地就過身。因為即陣這金仔是真好價，所以講金仔的詐騙就愈來愈濟。金仔店的業者就提醒講，這金仔的行情攏是公定的，攏查會到。若是買賣利潤無夠5%，佮甲你講會當趁真懸的commission，這是無合理的，民眾一定要警覺。警察隊的人出入入，法官一家5個人命案，敢若是因為黃金投資詐騙欠真濟錢。台中地檢署初時早起，甲豐原分局召開專案小組的會議來調查案情。今早，台中地檢署與豐原分局召開專案小組會議，以着手進行相關查緝作為，務求還原事實真相。若涉及不法，必依法嚴辦。台中市民意代表捌接到王家求訴，講大漢查某囝經過同學介紹，替人錄卡買黃金，錄卡15萬塊，就使提3000塊的commission。敢若是安尼，落入去詐騙甲暴力討債陷阱，尾也無才調行出濟錢，有時規家甲行上絕路。刑事局講，隨國際金價起價，黃金詐騙對去年中就開始流行啊。小單位的金刀免真濟錢就買會到啊。台中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提醒，金價行情攏查會到。買賣差價利潤無夠5%，那是不合理相關的commission，民眾就要有警覺。一個金豆，你如果1克的算起來才3-4千塊，哦，3-4千塊的東西，怎麼可能會有1000多塊的佣金？我覺得很不合理啦。第2分局車里也接到北區一間銀行通報，講一個57歲姓鄧的查某人，領25萬買賣虛擬貨幣投資黃金，講會使賺袂少錢。警察到現場來考證，民眾買也則無領錢去投資。女子才透露自己是在朋友介紹下加入投資群組，由名師在線授課，並聲稱只需以虛擬貨幣購買黃金，即可高額獲利。豐原王家一家5人命案，依然真濟疑點，親像詐騙詳細情形，抑閣是毋是甲暴力討債有關係，攏愛等待調查。電話lin物大漢查某囝市長同學，初時下晡已經到案接受調查。台中市長羅秀燕強調，詐騙是國安的問題，手法愈來愈新，已經要求警方偵辦到底。記者自從報道。台南客家將在起一個飲料店做散工的21歲查囡仔，佇咧送外送飲料時陣去弄到豬高車重傷死亡。根據法規，這款豬高車是袂當佇咧路邊駛的。時陣檢警是當咧調查，要理清楚責任。對高仔來回耍，才閣駛去咧車路，但是頭前的夜車無放落來，騎車外送飲料的21歲飲料店的查某員工，經過時陣去弄到，緊急送病醫了後，嘛是宣告過往。警方講，對高仔的駕駛有合格執照，查某技師嘛有駕照，雙方攏無糾正反應。但照道交條例的規定，對高機袂當駛佇一般車路。沈女經送往嘉義奇美醫院急救不治，雙方均無酒駕行駛。
目前肇事原因尚在调查厘清中。这查某外送员送粮的送到一半，煞发生死亡事故。饮料店低调无爱回应。这案市南区安全卫生中心认为讲，查某外送员是执行公务的途中损失职灾，告知有赔偿责任。那发生车祸死亡，这个就是属于职业灾害。本属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将派员检查，启动未注程序外将要求雇主依劳基法规定给予补偿。照道交条例规定，推高机是袂当驶伫车路，想要驶推高机，嘛要考证照，而且每3年都要登去考照单位，也是相关训练中心复训3点钟。但是违规上路的情形真侪，台中嘛捌发生推高机驶去伫车路，结果造成骑奥多拜的人含车规个累残。正常来讲是不行啊，他一定要用那个拖板车载在上面才可以走在路上，不能单独一台推高车行驶在路上。其他推高机的驾驶讲，推高机袂当驶去车路是基本责任。培训的时阵嘛会提醒讲，牙车无载货应该降低到20公分以上的高度。就算有申请路权合格上路，嘛要交管，也是放安全绳来甲推高机行进的区域规个围起来，避免和人车接触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热身着顶一日是发声，望互这航空公司，或者军人咧坐飞机的时阵会当升顶坐商务舱。嘛好大卖场伫咧军人坐迄天，军人去甲因买物件会当甲因拍折。风声讲，有餐厅业者是去收到经济部的公文，要求爱互军人优惠。不过经济部迄边是驳回讲，伊是有打电话问业者意愿，并无敢强迫。总统热称着，这军伫团结国家10天来呼吁各界互军人福利斗阵建军，除了优先登记升顶商务舱以外，也希望更加侪企业响应。真侪有名的超商业者讲，93军人节本来就一直有相关优惠的计划。大卖场的业者也讲，其实每年拢有规划专属的活动。好比说像指定品项。满额会有一些优惠的回馈，购买某些商品，我们可能还有些指定的折扣，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出示证明，你还可以再加价购。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陆续的规划进行中。伫企业参加的部分，去年台北101除了警告9月，国军会使免费参访。关警单以外，也推出限量军装版的93联名乖乖，甚至甲国防部斗阵推出许多活动。今年是强调绝对延续多年以来建军专案。不过，其实团所有餐饮业者收到经济部公文，内容是要求伫军人食饭时提供拍折优惠，而且袂用即时形式。不过，经济部澄清，商业署是先打电话问业者意愿，无强迫参与，也搁再讲到无发公文。作为全国性的商业代表团体，我们非常愿意支持国军。当然，我们也会积极的跟政府来沟通协调，希望可以尊重个别业者的意愿跟营运状况。有超过800间企业会馆的台湾连锁家名促进协会讲，会着消费者响应名单，并且公开来推广。调解立委虽然欢喜看到响应，不过在野党是呼吁政府先设好配套补助，甚至应该支持进行通过军人加薪法案。总统的用意也是希望让军人得到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是鼓励的形式，然后务实的对军人好的话，那其实应该是直接减价在他们的高铁跟他们的火车上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在这边呼吁说，左荣泰院长，既然总统都已经发布公布命令了，未来军人可以加薪，那其实我会建议行政院不要去释宪。国民党甲民众党进行推动3读的军人退步条例，虽然总统府已经公告，不过行政院是不是实现？行政院只是讲也伫问专家意见，评估各种合法合宪的救济手段。记者综合报道。RF-51侦察机服役超过20年，今仔日正式退役。伫咧空军基地，早起是伫咧花莲基地甲因办退役典礼。3只 RF-51侦察机和2只 F-5F 战机作为合作，组成大间的队形对架空冲场，互大家看 F-5型机上尾一摆表演。花莲的空中拢是战机引擎的声。上尾一摆飞过天顶 F-5型机，上尾任务结束，医师通过水门完成观测的电视公营退场，飞行员列队甲行李接受全场的拍扑啊，场面互人感动。做空军的大神摆，国防部副部长毕鸿飞过去捌驾驶 F-5型机，这是伊去到空军花莲基地主持 RF-51的退役典礼。第5联队战术混合机联队第12战术侦察机队 RF-51型机解除战备。
当来看 F5型机的历史，国军摕到美国原厂的授权，1974年第一架 F5E 出厂，伫台湾生产308架 F5E F 型战机，是全球有上济 F5的国家，而且伫1996年的台海危机内面升空警戒，嘛支援台幕中队去也门，后壁阁担任雷虎小组执行特技表演。另外，军方是对1997年开始购改，交予新加坡宇航公司，甲7架 F5E 战机改装做 RF5E， 执行台海干政任务，嘛参加921大地震、888洪灾的空袭任务，点点守护台湾超过20档，今麦正式退役。RF5E 侦察机走过20多个年头，留下了英勇的战绩，而这些画面也都被空军保存下来，成为空军的历史。而如今 F5系列战机正式告别台湾防空，功成身退。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将饭店是派无人机射飞弹，也轰炸乌克兰。这几乎迄边的国际机场有受灾，起降了后，乌军就随反击。即阵咱看到的画面是迄当阵一个机户的民众翕到的画面。罗西亚的无人机甲飞弹轰炸造成爆炸着火。外国媒体指出，几乎的国内线机场是轰炸的目标，当地尚无受14个人受伤。也若是乌军天光了后，就随反击锁定克里米亚。不过飞弹是拢去互罗西亚迄边挡落来。也若是莫斯科附近冒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一个人死亡。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是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昨个通电话，不过双方讨论的代志是无啥进展。另外，乌克兰车子空袭罗西亚边境指挥部，大死人的海军副司令，是这场战争当中罗西亚迄边死的上佳的大官。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个通会讲差不多1点钟。We had a call. It was a pretty long call. We talked about a lot of things, including Iran, and we also talked about, as you know, the war with Ukraine. And I'm not happy about that. I'm not happy. No, I didn't make any progress with him today at all. 根据克里姆林宫爆料表示，罗西亚总统普京甲川普讲话当中牵涉伊朗甲中东问题，表示莫斯科继续力促解决战争根本原因的立场。莫斯科希望透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但过未放弃最初的目标。根本原因已经加做罗西亚对北约扩张甲西方支持乌克兰这两大问题。简单讲法，包含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任何想法。因为美国军费度比将紧张暂停对乌克兰送武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希望上紧在找5段针对美国暂停供应武器的代志，甲川普讲。Of course, we count on continuation of American support, but there are some items which Europe, it's a pity, but which Europe doesn't have for today. Missiles for Patriot systems. What abo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support? So I hope that maybe tomorrow or in close days, these days, I will speak about it with the President Trump. 另外，乌克兰车子空袭罗西亚伫乌克兰边境敢若几公里的科伦内霍指挥部，成功击杀海军副司令古德科夫少将。这是罗西亚今年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罗西亚今年顶半年透过增高薪水甲赦免遣真侪人甲受刑人服役，已经招到21万人上战场。动员能力应讲是乌克兰2倍。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大国税法案通过，预计这未来10年会当减税规模达到4兆外美金。不过，这医疗联邦补助也有粮食罐等等这款优惠，拢有去提欠着。少数党的领袖就批评这款做法是去伤害着善良人。川普车衫伫爱荷华州的首府迪蒙，替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做开幕的仪式，而且向支持群众宣布国会通过伊的第2美法案。川普讲，这是美国史上上大的减税、削减开支和边境安全的投资，对美国来讲是无比这个较好的生日礼物啦。There could be no better birthday present for America than the phenomenal victory we achieved just
hours ago when Congress passed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全部伫竞选时阵的两大承诺，延续2017年的减税措施，含取消消费税、加班税，降低中产阶级退休人士的社会安全金税负，加起来未来10年减税规模是有94.5亿美金。未来5年的国防支出会提悬1500亿美金，边境安全拘留中心和移民执法单位，另外各补1500亿美金，所以来大幅缩减联邦医保、纽习惯计划和列领税务优惠。民主党阵营甲这份长要900页的法案，形容是抢散者去救好嘢，212个民主党的议员一票拢无走，拢总投反对票。加上2个共和党的议员反背对因投反对，但嘛是无法度比多数的共和党更较侪票。川普的代志美法案暗算未来12天会互美国增加3兆美金以上的财政赤字，投资风险增悬，美金的落税嘛未减，加起来今年以来落达的幅度到11%，是半世纪以来上歹的表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支持度上惨的时阵，摔到干那2%，伊的任期大概还过1年。不过，这阵伊说是甲家己加薪水加1倍，加到1个月1万美金，好代票大概是29万，是因国内上加薪水的30倍。这就互因国内民众是真掠讲，批评讲实在有够笑谈。秘鲁国际加罗布扎达总统博鲁阿尔特的新闻占所有盗版版面，每年1月就要写真。刷真大方为家己加薪1倍，达到美金1万，合代票差不多29万。伫这1/3的老百姓正善车，上加工资只有317美金的国家，总统煞用领30倍这么悬的薪水，引起民众是一直批评。Y lógico, eso creo que solo sucede en el Perú. Por los hospitales, nomás que vayan acá al INEI y vean todo lo que se ve ahí con todos esos niños, con todos los enfermos. Esa es la realidad de nuestro país. 政府讲，这项薪水调整是比较12个拉丁美洲总统薪水综合评估了后通过。不过，分析家认为支持率只有2%到4%之间。创全球民调机构上加纪录的博鲁阿尔特加薪，若时机唔对，根本就不应该发生。Sí, una sumatoria de comportamientos que donde apuntan es a una persona que está aprovechando el cargo, el poco tiempo que tiene, básicamente para interés personal y por poco interés en el país. 博鲁阿尔特2012年用副手身份接替被罢免的前任总统上台，过任期充满人民抗议甲贪腐的见效台，乌邦暴力增加，伊个人因为受高级珠宝甲名表所无申报落入师门，造成50人死亡的镇压反对示威运动，甲控制2礼拜，当片进行手术等事件，遭到司法调查。目前反对派国会议员已经准备要撤销总统的加薪水案。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苏美，咱再会。